歡迎收睇一節暴雨消息。天文台喺上午10點正及下午6點45分兩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，而雷暴警告4度生效。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。喺下午4點，位於東海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鹿兒島之西南約730公里，約向東北移動，時速約45公里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。睇大船路徑圖，熱帶低氣壓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45公里。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明日氣溫介乎26至30度，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。明日轉吹和緩西南風。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。今次嘅暴雨消息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